南七股保安宫的白河镇有90多年的历史了。为了要保存这项的传统文化，社区甲树林国小积极来推广着白河镇的课程。台南市七股树林国小这几年来积极推动白河镇的相关课程，让学生会当加接触在地武镇文化，并且伫去年设立山顶的白河镇文物馆，所来嘛甲庙方咧讨论，做好要筹备实体白河镇的文物馆，让他有机会认识自己的家乡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当初筹备实体文物馆的时，是由老师带学生亲身拜访各大文物馆，并且甲庙方做讨论，才让这个文物馆顺利的成立。今年树林国小毕业典嘛伫遮展出。一个小朋友如果不从小接触地方的民俗文化，等到他成年以后，他对这个民俗文化是不会有认同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来很大的价值，看到也蛮感动。透过学校甲庙方的用心，和白河镇的文物馆会当顺利开幕，同时嘛，和学生会当了解在地家乡的文化特色，为文化保存尽一份的心力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